我哋係咩時候開始落後於世界嘅呢？喺公元9世紀啊，我哋正處於大唐盛世嘅時候，歐洲呢就俾瘟疫啊、大小嘅戰亂啊搞咗成30年咁耐。喺南宋嘅時候，我哋中國出現世界第一把槍，歐洲嗰啲騎士呢仲用緊冷兵器。去到明朝，鄭和七下西洋，而喺半個世紀之後啊，葡萄牙人同西班牙人先開始喺海上尋找新航路。仲有明朝點解要擴建長城呢？葡萄牙人又點樣攞到澳門嘅租住權嘅呢？讀歷史啊，淨係研究中國史就只能夠讀懂一半嘅啫。直到睇到同一個時期嘅中外歷史，先至一眼睇穿本質嘅。時間線秒記中外歷史一本書呢，就帶你橫向對比同一個時期嘅中外歷史大事，去採用時間線嘅形式，中外歷史呢結合埋一齊睇。咁好多影響中外歷史進程嘅大事啊，就馬上一目了然噶啦。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權威出版，上邊係中國歷史大事件，下邊呢係同一個時期嘅世界歷史大事件，含金量可想而知啦。書裏邊通過100幾幅圖，好系統清晰咁呈現咗中外歷史大事嘅脈絡，將歷朝歷代錯綜複雜嘅重大歷史事件梳理得一清二楚，簡直好似開啟咗上帝視角咁，令你能夠清晰直觀咁了解中外嘅歷史變遷。咁隨書仲附送一本成3米長嘅中外歷史大事件年表，簡直係學歷史文科生嘅福音啦！